帮你写你的英文名。Mary Fee。啊，你是这个啊？好，不好意思，不懂。对的。And from Indonesia. Philippines. Ini ya. Oh, ini. Ini makan namanya. Belum makan. Udah makan sebelum. 现在几个人？要抽跟这个，我62。对啊，我们一起不能等的，等一下要等这个。哦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是马瑞飞。是。我讲国语可以吗？还好。还好哈。你以前打针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什么。现在人有没有不舒服？没有。没有哈。全部都 OK。全部 OK 哈。是。等一下，不能开屏了，要凑6个才能开。看一下哈。对啊，他写了。好，然后你可以打。谢谢。这个走。要等一下。好。要凑足6个人。我先坐一下。你先坐这边好，坐这边。你先坐这里。啊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因为要凑足6个人才能开屏。知道吗？谢谢。妹妹没有痛吗？不能照相。我知道，不会动吗？不会，打完会痛。
看一下，我去找路上。好。320，也可以走了。你可以走了。我去多喝水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可以走了。几号？谢谢。Thank you, Lord. 温度正常。温度正常。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对啊，因为他们要下班了。他赶你走啊？因为好了，因为他们要下班。去伊朗哦。3。过年你洗的吗？你去做。